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9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6节，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囝，也是讲上帝的儿女吼。有真侪人对伫创世纪第6章的记载有疑问。上大的疑问就是讲，上帝毋是只有创造亚当甲夏娃吗？为什么伫这个所在有讲人的查某囝？这是咧指什么人啦？吼？当然，这中间有牵涉到真大的神学的讨论议题，到底是迄个亚当迄个人，还是亚当人？吼？咱用简单来讲，上帝所创造的人类，其中亚当被选出来，并且要求爱跟对上帝的人，其他的人却是离开上帝道路的一群就亲像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记载，人是亲近这邪恶犯罪的人。所以第7节就讲，圣经记载讲上帝话讲，伊要来造灭这伊所创造的人，因为因拢离开上帝。圣经安尼记载，人类伫地上人业愈来愈加添，嘛有生查某囝，上帝的囝看到人的查某囝水，就拣家己意爱的来做某。上主讲，人既然属会死的肉体，我的神就无要永远踮伫伊的内面，因的岁数会当到伫120岁。上帝的囝甲人的查某囝同房生囝，对迄时起世间就有大汉人，因是古早出名的英雄。上主看见人伫世间犯罪极重，逐日的心思意念拢是邪恶，就因为伊做人伫世间感觉遗憾，心艰苦。上主讲，我要对世间消灭我所创造的人，嘛要消灭遭受特别的动物甲飞鸟，因为我做因了后感觉遗憾，只有那得到上帝的恩典。正做上帝的囝，就必须爱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。这嘛是保罗写予提摩太，伊伫信仰的囝的这个培训开始的引言啦吼。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，保罗对提摩太提醒的话安尼讲：我是保罗，照咱的主救主上帝，甲做咱望的基督耶稣的命令。我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写批予提摩太，信仰像我真的囝，愿被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恩典、怜悯甲平安。我要去马其顿的时，有劝你着留伫以弗所，通命令一寡人毋通传别款的教义。嘛毋通浪费精神伫无影者的传统甲长长的族谱，因为这只有会引起评论，袂帮助人用心了解上帝的计划。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，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、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心产生的。有人对这的偏离失迷伫空虚的谈论，因连家己所讲所主张的拢无理解，佮想要做律法的教师。咱知人若正确使用律法是好。咱嘛知律法的制定毋是为着正直的人，是为着不法甲无顺服、无敬虔甲犯罪。无性格甲贪恋世俗，杀死父母甲杀死人，淫乱好男色，有关的人讲白贼，做伪证，也是违反健全的教义，这类的人，
这个健全的教义符合应该得到称赞的上帝所交托我迄个阳光的福音。咱伫咧选择做邪恶的囝，还是上帝的囝呢？好像亲像耶稣基督伫新的诫命所讲的：恁若彼此相听，竟然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0节，上帝啊，你的听未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富的慈爱，求你擦消我的罪过，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，洗清我的罪恶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的目睭前。我有得罪你，我得罪的是你。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受你责罚是应该。我伫舞台就有罪，只是迄日就是罪人。你意爱是内心诚实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净记，互我比洗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碎你的骨头，搁再欢喜快乐。求你面越走无看我的罪，求你擦消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了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搁忠诚的心灵。求主帮助我努力来学习跟对上帝的旨意，互我对生活各方面展现出我是上帝的儿女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